國家安全看似遙不可及，但其實就關乎每一個人嘅身邊，因為佢涵蓋咗經濟、社會、政權、國家統一等眾多面向。作為年輕一代，網絡安全經常接觸同我哋息息相關。喺求學階段，我經常使用網絡進行學習同埋理財，因此網絡安全對我嚟講非常重要，關乎我嘅平板電腦、手機上嘅資料竊取等等。為咗打擊網上同埋電信嘅詐騙，政府正檢視電話卡實名登記制嘅整體運作，並正制定相關法例一啲修訂嘅細節。再者，我較喜歡用平板上嘅軟件整理財務，因此有可能會泄露個人資料。喺香港，政府保障網絡安全上亦都有唔少嘅法例，針對個人資料私隱，有行之有效嘅個人資料私隱條例。針對用電腦進行網絡犯罪，會利用刑事罪行條例裡面嘅不誠實使用電腦罪名。針對詐騙亦都唔少嘅法例，例如係刑事罪行裡面嘅製造虛假文書罪。國家安全關乎每個人嘅日常生活，涵蓋經濟同社會，直接影響民眾嘅生活同埋一啲社交。網絡安全需要每個人嘅努力。我作為年輕一代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積極參與一啲防騙嘅一啲宣傳活動，為咗可以保障自己一啲資料安全。